繼續來看夏季國際旅展正式來起工，飯店、旅館、民宿的業者是步數進展要搶人客。其中有飯店的業者推出着出門床的挑戰，邀請民眾共同參與。加油加油！參賽者佇咧雪碰市換白色清氣的場景，做甲真認真。夏季國際旅遊展覽今仔日佇咧台北起工，飯店業者佇咧打會舉辦換床景的挑戰，若是佇咧時間內挑戰成功，就有機會得到優惠。床單換下來之後呢，會放到房務車上，拿起一個新的床單。出國旅遊絕對是希望會當困到舒適的鋪床。每一間旅行社嘛來檢討一內容無配幫措施，親像酷達旅遊商鋪，以第三團來看，未來若是一內容報名旅客，就無法度安排雙人間房，必須保守高人房的差客。詳細嘛重視領隊的大房品質，若是一個人大的旅客，就無法度配到雙人間房，同款可能的需要保守差客。當然旅行社是講，介紹可能檢查佇咧10%到20%左右，民眾就煩惱這個特別費夠貴實施的措施，敢會影響到一個人出外省的心情呢？只要價錢沒有變得太高，我就覺得可以接受。是會有擔憂啦，但是如果貴個1-2千塊，我是還可以接受。再上去就客人在我們的行程上面，其實我們都有很明確的告訴客人說，如果你是單人報名的話，我會建議你們是用單人房來的費用去補差價，而且在我們的行程的頁面上都有告訴客人單人房的費用是非常透明的，其實跟基本上以往的模式都是一樣的。介許一人旅遊的民眾熬夜算盤，敢若希望制度開始推出，出國會當大了舒適，嘛袂了收濟錢錢。